市长，我想请教一下，你昨天有没有睡好？12点，我们陈佩吉医师还在发文，有没有睡好？我先去睡了，我不想理你了。啊，你昨天是睡客厅还是睡床上？我睡好了，我也是。网络的世界，这种事情都有了。你不想被霸凌就不要写，写的就这个就是预期可能发生的风险。所以有时候是变成要自己负责的。其实明白讲哦，结婚到现在都是他赚的钱比我多，所以你的地位比较在家里地位比较低一点，因为陈佩琪是赚比你多的意思。对，喝咖啡，聊是非，好不好？然后让自己要跟太太好好的聊。因为佩琪姐我相信她有很多，她都是为了自己的先生为了自己先生。那我觉得她的发言本席认为她发言是她自己内心因为她也身为市长夫人，也身为民众她也有权利，她也身为医护人员的第一线，也是我们联医的医护人员第一线那除了那个1000包以外，个人，你看市长关怀包，这个才叫做关怀包，这是本席关怀佩琪姐的关怀包。至少关怀包前面也要用一个 logo， 你就随便一个纸袋子，这样不好，好不好？用一点心，好不好？来。这是送给佩琪姐的，不是送给你。那你要泡咖啡给他喝。这个咖啡包的部分，这个是哪个县市的？而且你知道，他还会正面宣导居家隔离检疫的那些相关的一些事项要注意的市长。我就泡面。泡面你说的未必比台北市好，因为你的比较贵。罐头。还有一个环保袋，还可以重复使用，新竹市的来，这个不用讲了一定是花莲，看一下。我跟你讲我这些都没有加装，它的原装就是这样子我先撕开这花莲的关怀包。实际有近思语近思语录花莲还准备了圣经豆奶、泡面，光泡面你看他们都算好14天的量。有那么多。来，还有花莲也是正力宣导在里面等一下台北市的过去一点，因为台北市这个袋子不算，已经抠了拿走。来，市长，你看完之后的感觉呢？你看到新竹还准备了一些正力上的宣导，你看完之后你觉得你告诉我，你觉得这个物资我们不是贬低自己，这个物资看起来哪一个县市你觉得是第一名？这最多。花莲那个徐生卫县长的。东西比较。那第2名。